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仔日是12月15。提摩太后书3章12节到13节。所有爱要甲基督耶稣结连过敬虔生活的人，一定会拄到迫害。不过，歹人甲欺骗人的话哪来哪歹，因甲人骗，家己嘛互人骗。保罗对提摩太来提醒：教会中间，如果若要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，的确嘛会拄着迫害，特别是遐个无信，也是来正做抵挡基督的人。这个人因的生命中间，因有济的苦毒，甲济歹，所以因会伫迄个所在哪来哪无好，直到因甲别人骗，总是因家己嘛会互人骗。对伫咱信主的人，咱是毋是有去警醒？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也有可能会拄到信仰的挑战甲迫害。求主帮助，互咱会通甲主结连，来过着敬虔的生活。愿主时刻甲你相甲伫底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